溫莎呢一個地方，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就算未去過，都一定聽過溫莎城堡，知道佢同英國皇室好有淵源。但其實撇除歷史，呢一度都係一個好啱週末2日1夜放假去玩嘅地方嚟㗎。無論你係想喺河邊散步、餵天鵝，定係行下街食下嘢，甚至乎去埋附近嘅歷史小鎮伊頓，絕對可以過上一個又充實又悠閒嘅假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齊去探索呢一個充滿故事嘅地方啦。喺呢度想請大家幫手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俾個 like 呢一條片，支持一下我哋嘅製作。今次我哋搭火車去到 Slough 轉車，再坐一個站就嚟到 Windsor and Eton Central。一落火車行出月台，就會見到一架深綠色掛住皇家徽章嘅蒸汽火車頭。呢架1:1嘅複製品就係當年被稱為女王號 The Queen 嘅皇家列車火車頭。根據歷史記載，維多利亞女王係英國史上第一位坐火車嘅君主，而呢一款火車就係專門為女王特別製造嘅皇家列車之一。喺呢一個模型隔離有一間餐廳，前身就係維多利亞女王專用嘅皇家候車室。無論係餐廳嘅外觀定係室內，都保留咗一啲當年候車室嘅特色。呢一個車站以前其實發生過一幕驚險嘅插曲。喺1882年，當時維多利亞女王由倫敦返到溫莎，喺落車嘅時候，有一個男人突然向女王嘅方向開咗一槍。好彩子彈冇擊中任何人，女王亦都安然無恙。原本呢個火車站係有4個月台，到咗1960年代就淨係保留返而家仲用緊嘅嗰一個，而其餘嗰3個月台後嚟就活化成我哋身處嘅 Windsor Royal 購物商場。雖然舊火車站已經改變咗用途，但係而家依然可以見到好多當年留低落嚟嘅痕跡，就例如巨型嘅鐵路拱頂同埋紅磚外牆。行過呢一個紅磚拱門入到去裏面，其實就係以前嘅車站售票處同埋員工辦公室。最後，當我哋由商場連接住 High Street 嘅出入口行出去，望返轉頭就係呢一個刻咗精緻皇家徽章，寫住1897嘅 Jubilee Arch。呢一座拱門紀念火車站喺1897年完成重建，以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週年。跟住落嚟，我哋就沿住 High Street 行，睇下沿途有啲咩值得留意。喺馬路隔離，大家可以留意下呢一個 Queen's Walkway 嘅介紹牌。呢一條步道其實係為咗慶祝伊麗莎白2世女王打破英國史上最長在位君主嘅紀錄而設立嘅。當時女王在位啱啱好63年零7個月，所以呢一條步道就特登設計成大約6.37公里長。用呢一個數字去紀念呢一個歷史時刻，沿途都會有呢一啲銅製嘅標誌。如果你見到佢哋嘅話，就知道自己行緊喺 Queen's Walkway 啦。喺呢個牌嘅斜對面有幾條用石板鋪成嘅街，佢哋嘅歷史可以追溯去到中世紀，而呢一帶就被稱為 Guildhall Island。眼前面呢一座 Windsor Guildhall 溫莎市政廳喺1690年就已經起好。喺2005年，當時仲係王子嘅查理斯同卡米拉就係喺呢一度舉行民事婚禮㗎喇。另外呢度地下嗰間博物館1星期淨係開幾日，我哋今次嚟到就唔啱日子，所以冇得入去行啦。喺正市政廳隔離有一棟望落去歪零歪斜嘅建築，就係 The Cricket House。呢度原本有一間建於1592年正正常常嘅屋，後嚟為咗要起隔離嘅市政廳，市議會就拆咗嗰一間屋。點知呢一個舉動就引發咗一場法律訴訟，最後市議會打輸官司，要喺返同一個位置根據原貌重建。喺重建嗰陣，因為用咗啲未完全乾晒嘅木材嚟起，等到木材乾咗之後就嚴重縮水，搞到成間屋歪埋一邊。
就喺呢一間屋隔離嗰一條街，仲係全英國其中一條最短嘅街。呢一度全長只有51尺10寸長，真係行2、3步就已經行完㗎啦。呢一個地區之所以特別，唔只係因為有石板鋪成嘅街道，而且仲有好多值得細心留意嘅歷史建築。當中就包括一座撇除溫莎城堡之外，被認為係溫莎現存最古老嘅建築之一。外牆上面仲寫有1423年興建嘅字樣。另外呢度附近仲有一間屋，據講曾經係英皇查理2世嘅情婦 Nell Gwyn 喺度住過㗎。我哋之後繼續沿住 High Street 行，經過 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 嘅時候，就俾門口嘅一個告示牌吸引咗入去。喺教堂入面掛咗一幅由德國畫家畫嘅《最後的晚餐》，而呢一幅畫原本係掛喺溫莎城堡入面嘅聖佐治禮拜堂。到咗18世紀末嗰陣，國王佐治3世就將呢一幅畫送咗俾教堂。除此之外，教堂入面其實仲有好多值得欣賞嘅地方㗎。離開教堂之後，我哋就行到去呢一條街嘅盡頭，就會見到呢一個古井。估計呢度以前應該就係附近一帶居民嘅主要水源。喺隔離就有2個郵筒同埋1部郵票機。喺1911年9月，當時飛行員駕駛單翼機，開創咗英國歷史上第一次空中郵政服務。為咗分辨空郵嘅信件，後嚟就出現咗呢一款深藍色，專門用嚟投遞空郵嘅郵筒啦。喺溫莎周圍行，細心留意下，會見到好多建築物嘅外牆都有呢一啲紀念牌匾。成個 Royal Borough of Windsor and Maidenhead 而家已經有接近40塊紀念牌，用嚟記錄同呢一度有關嘅歷史人物、事件同埋地點。我哋繼續去揾同皇室相關嘅地標，行入呢一個叫做 Bachelor's Acre 嘅公園入面，會見到一座叫做 The Windsor Lady 嘅雕像。呢一座雕像係喺2012年為咗慶祝伊麗莎白2世女王登基60週年而設立嘅。呢一座雕像唔單止有女王嘅身影，喺佢身邊仲有6隻哥基犬添。我哋之後就行到返去火車站附近嘅 Prescott Street。呢一條街係溫莎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唔好睇呢一度而家變到咁繁忙，成條街開滿晒唔同嘅餐廳同埋鋪頭。其實喺中世紀嘅時候，呢一帶曾經同豌豆種植有關，所以呢一度先至會以 Prescott 嚟命名。喺市中心行完一個圈之後，我哋就出發去到只係1河之隔嘅伊頓。嚟到河邊，呢一度有另外一個火車站 Windsor and Eton Riverside。如果由倫敦 Waterloo 出發坐火車嚟溫莎嘅話，就會喺呢一度落車。喺1845年，當時溫莎城堡嘅 State Department 第一次向公眾開放，嚟溫莎嘅遊客數量就多咗好多，所以喺1849年呢一度就先後啟用咗2座新嘅火車站，分別就係一開頭我哋落火車嘅嗰一個站 Windsor and Eton Central， 同埋而家見到嘅呢一個火車站Windsor and Eton Riverside。 溫莎同伊頓只係隔住一條泰晤士河，而眼前面呢一條 Windsor Bridge 就連接住兩岸。呢一座鐵橋係喺1822年落成，取代咗原本喺度嗰一座更加古老嘅木橋。呢度喺去到1970年之前都一直可以俾車行，後嚟就變成行人專用。喺橋頭仲有一塊藍色牌匾，用嚟紀念設計呢一座橋嘅 Charles Hollis， 同埋成功爭取取消過橋收費嘅 Joseph Taylor。行咗過橋之後，我哋就正式踏入伊頓啦。一嚟到，我哋首先喺河邊嘅一間餐廳食飯。呢一度隔住玻璃可以望到河景同埋 Windsor Bridge， 睇住呢一個景食嘢，感覺真係好放鬆，好舒服。喺餐廳嘅位置行過幾個鋪位，就係呢一間有藍色外牆嘅旅遊資訊中心。
入面有少量嘅 postcard 同埋紀念品賣，仲有好多關於伊頓嘅旅遊資訊。講到伊頓嘅遊覽路線，就好似溫莎有 Queen's Walkway 一樣，呢一度就有一條 Eaton Walkway， 等你可以喺2英里嘅路程入面，一次過行晒18個重點景點。伊頓嘅 High Street 保留咗好多傳統嘅英式小鎮風貌，兩邊都有好多獨立書店、精品店同埋古董店，好適合慢慢行、慢慢遊覽。除此之外，據講呢一度係英格蘭第一個有郵局嘅村莊，而家喺 High Street 仲保留咗一個好特別嘅郵筒。一眼望過去，睇唔睇到佢有啲咩唔同呢？冇錯啦，就係一般英國郵筒嘅頭信口都係打橫，但呢一個就係打直嘅，屬於喺英國非常之少見嘅設計。再向前行就會經過呢一座建於1883年嘅鐵橋，喺隔籬嘅建築外牆上面有一塊1908年倫敦奧運會馬拉松賽事嘅標記。當年嗰一場馬拉松比賽係由溫莎城堡附近起跑，一直去到倫敦嘅主場館，中途有經過伊頓。而呢一場賽事所採用嘅路程，亦都成為咗現代國際馬拉松嘅標準距離，一直沿用到今日。嚟到伊頓，最出名嘅莫過於就係有接近600年歷史嘅 Eton College 伊頓公學。見到呢一座屬於伊頓公學嘅禮拜堂，就知道已經行到嚟呢一間知名學府啦。呢一間學校係亨利6世喺1440年嘅時候創立。喺校舍有開門嘅日子，大家可以透過學校正門望到入去庭園入面嘅亨利6世雕像。雖然一般遊客係唔可以隨便參觀校園，不過伊頓公學就有3間博物館分佈喺小鎮唔同嘅地方，而且每逢星期日晏晝都會對公眾開放㗎。喺學校圖書館門口前面有一座維多利亞時代嘅街燈，叫做 The Burning Bush。呢一盞燈原本係打算放喺校舍庭園嘅，後嚟有一位舊校友捐贈咗一支喺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俘獲嘅俄軍大炮送俾伊頓公學，所以原本預留俾街燈嘅位置就改咗用嚟擺放大炮，而盞燈最後就安裝咗喺街上面。呢一個小鎮入面有好多建築，其實都係屬於伊頓公學嘅學生宿舍。呢一間學校培育過好多位皇室成員同埋英國首相，仲有唔少知名校友，就好似占士邦原著小說嘅作者 Ian Fleming， 當年就曾經住過喺眼前面呢一座宿舍啦。伊頓仲有好多其他特別同埋值得欣賞嘅地方，就好似呢一個90度懸掛喺外牆嘅雕像，同埋呢一大片好適合輕輕鬆鬆散步嘅大草坪。嚟到河邊，除咗可以喺另外一個角度欣賞溫莎城堡之外，呢一度仲有屬於伊頓公學嘅船屋添。行完伊頓呢個歷史小鎮，我哋就行返過橋去溫莎，繼續喺河畔散下步，餵下天鵝。喺河邊都有唔同嘅地方可以買到餵天鵝嘅乾糧，我哋今次就幫襯咗喺岸邊嘅呢一間士多。呢度嘅天鵝真係又多又大隻。由12世紀開始就有記載，喺英國公開水域冇被標記嘅 Mute Swans 都係被視為皇室嘅財產。以前因為天鵝係好珍貴嘅食材，通常會喺皇室宴會上先至出現，所以當時嘅君主會將擁有天鵝嘅權利當做賞賜咁送俾一啲貴族或者機構。不過到咗今時今日，天鵝一早就已經唔可以再捕捉或者食用，而且仲受法律保護添。我哋餵緊天鵝嘅時候，喺河上面都有好多船經過，有啲人會揀自己租船嚟揸，有啲人就揀坐船河。不過講到最搶眼嘅，就肯定係呢一架水陸兩用巴士 Duck Tour 啦。佢可以帶你一次過遊覽晒溫莎市中心同埋泰晤士河。
餵完天鵝之後，我哋就繼續沿住泰晤士河散步，行幾分鐘就嚟到 Alexandra Gardens。呢一個擁有100幾年歷史嘅河畔公園，入面收藏咗唔少值得細心欣賞嘅歷史地標同埋紀念設施，就好似呢一架1:1嘅颶風式戰鬥機模型。颶風式戰鬥機係2戰期間英國皇家空軍嘅主力戰鬥機，更加係當時唯一喺所有英軍戰區都服役過嘅機種。眼前呢一架模型就還原咗不列顛空戰 Battle of Britain 時期嘅經典塗裝，而佢之所以會擺喺呢一度，就係為咗紀念呢一款戰鬥機嘅設計師，同時亦都係溫莎居民嘅 Sir Sidney Camp。嚟到行程嘅第2日，終於要入去溫莎最著名嘅地標溫莎城堡啦。行去城堡入口嘅途中，會經過呢一座維多利亞女王雕像。一朝早溫莎嘅街道仲係好清靜，但近住城堡入口嘅位置就已經見到有一條人龍喺度排緊隊。由於城堡每日都設有入場人數限制，如果想確保一定有得入去參觀嘅話，就記得要預早上網買定飛。我哋今次喺網上面預約咗最早嘅入場時段，嚟到俾職員 check 完飛之後，再過埋好似機場咁嘅安檢，就正式入到城堡範圍啦。跟住人群沿住唯一嘅路一直行，就會嚟到可以拎免費 audio guide 嘅地方。喺呢度入面，除咗有溫莎城堡嘅介紹之外，仲展示咗一啲歷史舊相同埋成個城堡嘅模型。講到溫莎城堡，佢可以話係世界上最古老，而且到咗今日都仲有人住緊嘅最大城堡。當年威廉一世 William the Conqueror 喺1066年征服咗英格蘭之後，為咗鞏固政權同埋防守倫敦，就喺呢一個山丘上面起咗一座木製嘅堡壘，而呢一個就係溫莎城堡嘅雛形。不過當年嗰一座木製堡壘一早就已經冇咗，取而代之喺呢一個城堡核心位置嘅就係今時今日好標誌性嘅 Round Tower。喺過去呢900幾年入面，城堡經歷過唔同時期嘅擴建、改建同埋大型翻新，前前後後住過超過40位君主，幾乎係完全冇間斷，一直用到今時今日。溫莎城堡而家係國王查理斯3世嘅3大官方住所之一。我哋參觀嗰日啱啱係星期六，可以喺城堡入面睇到衛兵交接儀式。一般嚟講，如果國王當日唔喺溫莎城堡居住，衛兵交接儀式通常都會喺 Lower Ward 舉行。我哋今次就咁啱遇正國王返咗嚟城堡住，所以呢一個儀式就改咗喺 The Quadrangle 舉行。至於點樣先知道國王喺唔喺城堡呢？只要望下 Round Tower 上面掛緊嘅係邊一支旗就知道㗎喇。如果上面係掛住英國皇家旗，就即係代表國王喺城堡；但如果掛緊嘅係英國國旗，咁就即係代表國王今日唔喺度啦。儀式喺朝頭早11點鐘正式開始，我哋為咗可以企到喺最前排欣賞，所以就特登早咗半個鐘頭就嚟到。時間一到，聽到軍樂聲開始越嚟越近，就知道衛兵開始進場啦。睇完衛兵交接儀式，我哋跟住落嚟就去參觀城堡室內嘅景點。溫莎城堡主要分咗做3個區域，分別係 Upper Ward、Middle Ward 同埋 Lower Ward。
喺 Upper Ward 入面，大家可以參觀得到瑪麗皇后嘅公仔屋同埋 The State Apartment。不過想入去參觀嘅話，都要預留返啲時間喺門口排隊等，同埋要留意返室內所有嘅地方都係唔準影相同埋錄影嘅。行完 Upper Ward 之後，我哋就沿路行返落嚟 Middle Ward。喺城堡入面唔同嘅地方都有紀念品店，不過喺 Middle Ward 呢一間就應該係最大間，入面擺放咗好多唔同種類嘅紀念品。大家如果想買手信嘅話，可以喺度慢慢睇下。行完紀念品店之後，我哋繼續沿路行落去 Lower Ward， 就會嚟到聖佐治禮拜堂。呢一座禮拜堂係國王愛德華4世執政期間喺1475年嗰陣開始興建，成座建築嘅輪廓睇上去好有層次感。屋簷附近嘅位置仲會見到好多精緻嘅石雕，可以感受到一種沉穩嘅古樸美感。呢一度同時亦都係11位英國君主嘅長眠之地，當中就包括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同埋佢嘅丈夫菲臘親王。喺禮拜堂入面同樣係禁止影相同埋錄影嘅，一行到入去就會感受到一種神聖而莊嚴嘅氣氛。喺離開城堡之前，可以喺門口附近交還語音導賞機。另外，如果你計劃會喺1年之內再返嚟參觀嘅話，記得將門票改成可以再次入場嘅 Annual Pass 啊！同溫莎城堡有關嘅另外一個景點就係 The Long Walk， 亦都係我哋跟住落嚟會去嘅地方。喺 Park Street 呢一度有一個入口，一入到嚟右邊就係去 Long Walk 嘅方向，而左邊就係隔住一道閘可以望返入去溫莎城堡。The Long Walk 係喺國王查理2世在位期間規劃建造嘅。當時國王受到法國林蔭大道嘅啟發，特登打造咗呢一條由溫莎城堡一路向南延伸，通向 Windsor Great Park 嘅直路，全長大約4公里。到咗今日，呢度亦都成為咗溫莎最具代表性嘅散步路線之一。如果望向樹林嗰邊，仲有機會見到住喺公園入面嘅野生鹿群添㗎。我哋一路行到去盡頭嘅山丘上面，擰轉頭望返去就係溫莎城堡，風景真係一流。如果撞正天朗氣清、能見度高嘅日子，甚至可以遠望得到倫敦希斯路機場同埋飛機升降。喺山頂呢一度仲有一座好出名嘅銅馬雕像。呢一座雕像所雕刻嘅係佐治3世騎馬嘅英姿，係由佢個仔佐治4世下令興建嘅，用嚟紀念佢爸爸對溫莎同埋皇室領地嘅重大貢獻。今次溫莎2日1夜嘅行程就嚟到尾聲啦，由漫步伊頓同泰晤士河畔，到深入探索溫莎城堡，再欣賞埋 Long Walk 嘅壯麗景色。短短2日已經足以感受得到呢一座皇室小鎮嘅獨特魅力。如果中意我哋呢一條片嘅話，記得幫手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